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09篇。诗篇109篇被公认为大卫所作，在分类上属于咒诅诗。这类诗篇常常让现代读者感到困惑甚至不安，因为其中充满了对仇敌严厉且残酷的祈求。然而，若我们深入其背景与结构，便能看见这是一篇受苦者在极度痛苦中拒绝私自复仇，转而将审判主权交给上帝的信心告白。现在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诗篇109篇第1节，祈求报应歹人。我所亲近的上帝啊，求你唔通争争，因为邪恶奸诈的人开嘴攻击我，因用白差的字对我讲话，因用怨恨的话包围我，无缘无故攻击我。我听因反当作我的对敌，我犹固为因祈祷，因对我用歹报好，用怨恨报仁爱。诗篇开头便展现了大卫灵魂的颤栗，他称呼神为我所赞美的神，这显示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他仍认同神是他生命中的中心。大卫所遭遇的攻击并非身体上的刀剑，而是更具杀伤力的撒谎的舌头与怨恨的话。在古代社会，毁谤足以让人丧失名誉与生存空间。最令大卫心碎的是，他曾以爱待人，对方却以恨报爱。这与耶稣基督在世的遭遇产生了预表性的连结。面对恶意，大卫的反应是我专心祈祷，这建立了全诗的基调，不与人争辩，只向神倾诉。现在我们来继续读6到20节。求你派一个歹人管辖伊，派一个对敌徛伫伊正边控告伊。求你予伊伫审判的时受定罪，予伊的祈祷嘛算做罪。求你予伊的性命紧结束，予别人代替伊的职位。求你予伊的家字变作孤儿，予伊的某变作寡妇。求你予伊的囝儿死过求去，
对因的破厝，互人赶出去。求你互祭主手伊一切所有，互四份人手段伊落可得着的财物。求你互伊无得着好款待，无人可怜伊的孤儿。求你互伊的后代断绝，因的名字受擦销，无传到下一代。求上主为激励伊祖先的罪恶，互伊老母的罪过无得着擦销。求上主互因的罪恶不是伫你面前，互因的名对世间消灭。因为伊无想要死人命，反倒压迫丧且困苦的人，害死伤心的人。伊爱咒诅，愿咒诅临到伊；伊无爱祝福，愿祝福离开伊远远。伊用咒诅做衫穿，咒诅手亲像水入伊的腹内，亲像油入伊的骨。愿这个咒诅做伊好进伫伊身躯，做犹大不是甲伊下条条。这就是伊对上主所受的报应。伊是我的对敌，用歹话攻击我的性命。6到20节是圣经中最激烈的咒诅内容之一。学者对于这段话有2种解释：一是大卫转述仇敌对他的咒诅；2是大卫求上帝施行的报应。大卫求上帝派恶人辖制仇敌，并让对头站在他的右边，这象征法律上的指控者。咒诅范围扩及仇敌的妻儿、父母与名号，求使他们流离失所，债主讨债。这反映了古代以色列集体责任的观念，也体现了恶行带来的毁灭性后果。第18到19节描述仇敌拿咒骂当衣服穿上，咒诅渗入骨头如油。这是一种文学修辞，表达罪恶与审判已与仇敌的生命密不可分。这些话语虽然严酷，但其核心在于报应。大卫并非出于私欲虐待，而是求公义的上帝照着恶人所行的实行对等审判。再来，我们继续读21到25节。至高的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名的缘故，好款待我，照你至善的慈爱看救我，因为我散且困苦，我的内心受伤，我的血受亲像日影渐渐斜，我亲像草莓互人搬掉，我因为紧食脚头有酸软，我烧伤落目，我受因诽谤，因看到我就害头。大卫的口气在这里从愤怒转向哀求与谦卑。大卫形容自己如日影偏斜，如蝗虫被抖出来，身体因进食而软弱。这显示他在世人眼中是个彻底的失败者。大卫祈求拯救的基础不是自己的功劳，而是上帝的名与慈爱。他深知只有上帝的介入，才能让这场名誉之战翻转。最后，我们来读26到31节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，互因知这是你亲手所做，是上主你所做的。因虽然咒詛我，你的赐福予我，因起来攻击我的事，会得到见效。毋过你的保证会欢喜，求你予我的对敌，用灵肉做衫穿，用见效做袍满。我要用我的喙大大感谢上主，我要伫正人的中间称赞伊，伊要徛伫善车人的正边，救伊脱离看伊死罪的人。以上。最后一段是得胜的凯歌，预示了审判结果的翻转。大卫求上帝使对头披戴羞辱，而他自己则要极力称谢。
第31节是点睛之笔，在第6节对头站在恶人的右边，但在这里耶和华却站在穷乏人的右边。这意味着上帝亲自成为受苦者的辩护律师与保护者，救他脱离那审判他灵魂的人。最终决定胜负的不是谁的声音大，谁的谣言传得广，而是那位审判心灵的主站在谁的身旁。我最后的总结是，在不义的世界中守住向上主祈祷的心。大卫的哀歌与蓝教深渊的隐喻，都在邀请每一个在深夜里流泪，在职场受委屈，在名誉上受损的人，不要放弃对上帝公义的信心。只要我们愿意上达天听，将那如同衣服般缠身的咒诅交给上帝，他必将这受辱的外袍换成赞美的衣裳，并亲自站在我们的右边，赐下人所不能夺去的平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今天我来到你面前，心里带着被误解的酸楚与被伤害的沉痛，如同大卫在诗篇中所描述的，有时我对人展现善意，但换来的却是冷言冷语。我承认我有愤怒，有怨恨，甚至有想要反击，想要看见对方承担后果的冲动。但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宝座是受苦者的避难所。我不再试图用自己的手去报复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怒气成不了你的公义。我将那些毁谤、那些不公、那些以恶报善的伤害，通通呈递给你。求你按你的公义施行报应，让恶行回到恶人的头上，也求你为你自己的名与慈爱，救我脱离这场灵魂的审判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的盼望是在乎你，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艰苦还是我信靠你必不动摇，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